午市超忙，阿竹想知邊味餸最受歡迎？第一句 sequel 準備登場啦！午餐時間，竹葉小館廚房忙到飛起。阿竹想睇下邊道菜賣得最多。貓頭鷹博士話用 select 語句啦，基本寫法係 select 欄位 from 資料表。阿竹即刻輸入 select 菜式名稱、數量 from 訂單。畫面出咗好多資料，博士繼續講，想睇今日嘅單就要加 where 條件，篩選日期等於今日。阿竹皺眉，紅燒竹筍出現咗好多次，每行都係獨立單，點計總數啊？博士點頭，呢個時候就要用 group by，將相同嘅菜式名合併埋一齊，然後再用深函數將數量加總，寫成深數量就搞掂啦。阿竹一撳執行，幾十行資料瞬間濃縮成幾行，每道菜都有個總數。阿竹問：想由多到少排呢？博士話加 order by sum， 數量 DESC。執行之後，紅燒竹筍以38份高居榜首。阿竹終於揾到答案啦！太好啦，洪大廚，快啲煮多啲紅燒竹筍啦！